测试一下108060P，现在模式是定位，那叫啥？第二种模式。现在放大缩小，点右侧屏幕放大缩小，可以到多少倍啊？4倍吧？诶，它是固定镜头是固定死了的，适合于那个演唱会啊那些场合。现在我用那个叫跟随吧，太小喽，检测中那个小家伙太小了，它那个这儿呀，检测点那个好了，现在狗狗已经跟随它了，应该距离1米、2米左右。跟我们博美现在距离应该2米、3米。现在有人啊，走到跟随了，现在跟随，现在有3米左右，现在应该有5米，现在应该有6、7米吧。看他走的话，镜头跟不跟随？我用的是那个第二种模式，不是运动的，是默认的第2个，就是适合于大型演唱会啊、音乐会啊。镜头是随便你，也就是随便怎么甩动啊那些，它会那个哎，现在红的已经丢掉了啊，目标已经丢了，目标丢失。把那个点那个对，现在点那个小的智能跟随已开启。你看我在的位置是来福士广场，成都2楼平台那个宠物公园、宠物乐园的位置。现在由于地铁施工嘛，旁边，所以造成那个这边晚上人没有以前多了。晚上之前的话，晚上狗狗比较多，50、60条狗狗啊，随便有啊。现在晚上只有10多条吧。因为这边地铁施工，然后没有用那个外置的麦克风，我用的机对收音。短暂的丢失它可以重新找到。现在距离应该在4米、5米左右吧。它那个亭台有限位，不然的话就360度了，应该打不到，因为它的那个有些需要连接线那些吧。现在刚刚又重新跟上了，之前有那个花盆那些遮住了。边走边打气啊，跟2下。哎，我刚刚等一下，我用麦克风拍到那个卡在那个衣服上面，等试一下呢。现在有人嘛？有人现在过去了，现在又重新追上了。他说智能跟随应该6.0的版本吧，应该是越来越好吧。今天是什么？
你只要对着前面就可以，对着前面它跑哪个位置，它就跟到哪个位置。现在有钢管，有那个，现在失去了几秒钟，现在已经好像没有了吧？没有重新跟随哦，目标丢失。再点，也2下就可以，智能跟随开启。又重新跟上了。上面有一些活动，可持续喜爱，可持续发展。现在我的手机，我是直接平的放，它已经也在跟随。我刚刚离着也是，反正只要你镜头朝前边的话，是随时可以跟随。短暂的失去目标没事儿。跟妈妈答应你，下次我们再跟你。先把我的脚都收进去了。哎呀，倒出了，但是没拉出来。打记号，它尿都没拉出来，有点感冒，鼻子有点不舒服啊。6分钟现在，把那些片段直接传到网上分享一下，就不用什么加字幕啊，那没必要了，真的。这些拍去玩了，就随便传到 B 站啊、YouTube 上面玩。把我的手都收进去了，超广角，我加了那个超广角的那个。等我把它取掉，取掉的话应该把我手都收进去了。前面有一个哥哥，老板，有个博美，快进去，快去吧。你看到吗？盯到了，把盯到了，摇尾巴了，都是博美。我几点才哟？什么情况？也不打招呼呢？收不收？小美中不中几点才？张德全，我们几点才出去？你要吃什么？啥情况？它可以识别那个是哪个哥哥，我们那个哥哥一直追踪，没有追这个，还是可以。现在追了，放到另外一只狗狗上面了，2个现在。把它取掉了，取了。增广镜那个没装，现在没装，先装上吧。它磁吸的，好了，装好了，是不是变很宽了？我取了，现在取了，装上，是不是小很多？周边2边的那个视线宽一些，但是应该有点畸变吧？我看一下啊。椅子有点歪，等一下我把它取了来，正常一点点，正常很多我就正常的。10分钟吧，马上就到了，还有30秒。这个智能跟随好用。也操作很简单，直接开到任意上的那个画面上任何一个东西，移动的物体，你直接点2下就可以了。基本上，只要目标不丢失的话，时间不要过长的话，是一直可以用。
并且是短暂的丢失几秒钟、2、3秒钟，它是3、4秒钟是可以找到那个物体，可以继续跟随。